為咗投放更多資源支持澳門同橫琴嘅重點產業項目，推進琴澳一體化進程，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美高梅攜手澳門中華總商會廣東辦事處聯合開展嘅琴澳發展創商機美高梅中小企合作計劃取得顯著成效。該計劃自2024年6月啟動以嚟，通過政社企嘅三維聯動，成功搭建起琴澳產業協同創新平台。琴澳發展創商機美高梅中小企合作計劃2024年6月28日於深合區舉行啟動儀式，加深澳門與內地不同行業企業間之交流合作。我們期望在秦澳合體的創新模式下，美高梅與中總共同秉持凝聚和支持澳門企業的理念，以引進來、走出去的形式，帶動秦澳中小企協同共同抓緊合作區發展機遇。活動同場舉辦休閒企業採購需求介紹會，吸引80多家澳門及大灣區企業參與，詳細解讀休閒企業採購標準與合作機制，從而啟發商機。本會已經與美高梅合辦了本地中小企業採購計劃，已經成功運行達到9年之久，共同秉持着大小的理念，為美高梅與中國與澳門中小企業搭建商業配對的平台，促進雙方的合作，實現1+1大於2。喺計劃嘅第二階段，美高梅喺2024年8月30日與中總廣東辦事處組織深合區考察團，邀請22家澳門本地中小企供應商參觀合作區嘅特色企業，深入了解區內嘅發展規劃、營商環境以及配套政策。活動亦與深合區經發局、商事服務局及中華總商會領導會面交流，了解深合區嘅戰略定位和未來發展藍圖，把握澳琴接軌機遇。我哋一路都係持續支持緊澳門嘅唔同類型嘅中小企啦，例如青年製造啊，同埋澳門生產啦。咁我哋希望都盡量去幫多啲澳門生產嘅產品，採購多啲呢方面嘅產品，希望盡量能夠做到適度多元啦。為延續去年活動取得嘅成效，今年4月25日，美高梅組織20名跨部門管理層赴橫琴實地考察，並與來自合作區及大灣區嘅10多家澳資中小企代表進行1對1商業配對，聚焦推動跨域資源對接。今次亦都體現到我哋成日都講嘅以大帶小，中總係一個大嘅商會，作為一個大平台，就引一啲大嘅企業過嚟採購一啲小嘅企業嘅一啲供應，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我睇到反應都係非常之好，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好滿意。此次活動亦促成美高梅與去年喺計劃中認識嘅澳門聯營生物科技公司簽署採購合作意向協議，實現琴澳企業實質成果。呢次合作咧，其實彰顯咗我哋 MGM 作為一個國際文旅嘅領軍企業啦，對我哋澳門本土嘅科創企業咧係一個深度嘅支持啊！咁啊，當然啦，就更體驗咗咧其對我哋澳門嘅我哋澳門聯營嘅技術嘅實力啦，同埋我哋嘅認可嘅。當日，美高梅管理層亦實地考察咗3間美高梅供應商，期望通過實地考察供應商喺合作區嘅運營模式，進一步掌握高新科技和綠色環保企業喺合作區嘅競爭優勢，將為美高梅未來支持琴澳重點產業項目提供有力參考。希望咧，將來亦都將呢一啲唔同種類嘅公司咧融合起一齊，對公司有一啲新嘅啟發，同埋有一啲幫助，幫我哋去更加發展我哋嘅業務嘅。呢個不單止達到我哋預期效果，仲俾到好多嘅將來嘅構思我哋啦。我哋希望可以通過橫琴呢個平台，能夠更加輻射多啲去唔同大灣區，尋找更加多唔同嘅機會啦。美高梅與中總歷經10年戰略迭代，從2015年本地中小企採購合作計劃升級至2025年琴澳發展創商機計劃，累計培育超過600家核心供應商，依託琴澳產業共同體創新模式，雙方以引進來、走出去雙軌戰略，推動兩地中小企業協同發展，加速把握深合區機遇，繼而輻射大灣區乃至更遠。